是讲人类世间的表达是讲这手是讲个质量，没盲错是讲人身体是有食，都是有食饱来，为了都是唔袂记食饱唔袂不平，还有餓肚冇食，假日冇食，為餓傷為平。嘅馬太福音第四節，耶穌答應耶穌講，要寫在聖經，人類未單向食量嘅方面。但係從每個上帝嘅求法，意思咪啊？人類咩大強是有都市的食，自家嘅靈也是有食。約翰福音63節嚟講咗，上帝嘅靈將本質加生命，因為肉體也是人講見，上帝嘅法都係生，家將有本質加得到永久嘅生命。因為人類從有嘅肉體有生命有靈，自家嘅肉體是有食，自家嘅生命中啊是有得到平安，自家嘅靈有食上帝嘅法嚟講，生命得到平靜，身體得到健康平安。阿門。